成條舉起嚟食正。嚟到田灣南區靠近海邊嘅地方，小小嘅餐廳係充滿魚嘅文化嚟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呢間叫群心餐廳，個招牌就好 sharp 啦，綠色、紅色。小菜餐有5款，4個都係同魚有關。3位唔該，雖然2點幾，門口都爆晒棚。介紹呢間小茶餐廳，主要係佢好多魚食，可能佢係靠住海邊咧。先嚟一個咖喱班塊，佢嘅班塊零舍大塊。個咖喱好香，我中意佢個咖喱，夠香夠辣。唔該靚女。第2味涼瓜炆倉魚。一條咁大條倉魚切咗一半，一條大倉魚切一半，上下層都有。先食個涼瓜，好爽，但係佢唔係硬，好味，料頭，味道控制得好好，而且夠快熱成個汁。條魚咧，佢應該係少少半煎炸過嘅，走咗油，鎖住啲肉汁，跟住再去炆。哇！呢個倉魚正，我一個人都可以食晒，入邊魚肉都仲係滑㗎。跟住就係香煎山根，上面擺咗大量薑葱，成條魚煎到好香好脆，金黃色。中意食魚味嘅細魚味一定係好食啲，不過啲骨就會多少少。青筋就本身多骨，所以食落去要小心啲。大人細路都要小心啊！不過啲肉真係好滑。呢間嘢真係私心收藏。中意我哋介紹一啲街坊有心小廚嘅，繼續分享 share 寫低佢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。拜拜。